在我介绍我自己之前，我要先感谢秀林乡公所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的作品呈现给大家。那么我是出生在秀林乡，我是土生土长的太鲁根族，族名叫南德兰，然后我的汉名是胡秀兰。这次的作品除了手编的方式出现以外，就是织布。但一直以来，我一直在织布上创作我的猫头鹰。花莲这次发生疫情，然后又碰到花莲很多的灾难，我就会想到说，我要用什么方式去呈现我的猫头鹰？所以那边有一个很像兽的感觉，它是在一个比较严肃的地方，让这个主人能够开心，进来的人觉得说，好舒服的感觉在。还有就是后面有一些可能有温柔型的妈妈，比较严肃的猫头鹰在后面。那这次刚好有这个机会，我就花了大概4个多月去创作我今天30几样的作品在这里。我展览的时间是从今天4月11号到6月28号，中间有6场体验的时间，很希望大家有机会来这边参观，多多指教，谢谢。